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这那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儿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先住手！这个龙小弟怎么回事？还不来？气死我了！老大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待会儿被人看见了，咱俩都有麻烦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要不是昨天晚上你把皇上灌多了，啊，今天我值班，他没醒的话，我能擅离职守吗？哎呀，那个小皇帝啊，真不行，非要跟我喝酒玩骰子，我几下直接倒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赌遍全乡无敌手啊！他能玩得过我吗？直接被我撂倒。小弟明白了，这个老大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，这别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。那是，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？来，啊，过来，说句话。臭死了！怎么浑身酒味儿啊？没有吧？我有酒味吗？我早上漱口了呀。昨天晚上偷着喝酒啦？对啊，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啊，在喝酒，又在拼骰子，输了不少钱呢。我输了多少啊？反正啊，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。老大，你可得帮帮我。放心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回头老大教你几招，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所有赌术都会啊？也不是啦，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又不能经常往赌场里跑，是不是？是，老大还是个淑女嘛。差不多吧。老大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接下来呢，皇上为了掩鳌拜耳目，会接着找你侍寝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？别提了，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，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老大，那你没被吓哭啊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老大，武功高强着呢。后来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，清，小皇帝倒了。老大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还好吧。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骰子。老大教你几招，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咱可说好了，你赢回来的钱得和我一半对分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55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疼啊！这下万无一失了。什么万无一失啊？皇上。没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安寝的话，我就下去，您躺在这龙床上，然后1个时辰以后，让李公公把我抬回储秀宫就行了。
朕还不大二更天呢，朕还不想睡觉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一些什么？不瞒皇上说，昨天吃太撑了，结果今天积食一天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要不要朕选个太医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了，宣太医又得吃药，我这从小到大吃药，我都害怕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有什么病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？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谢谢皇上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快说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啊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是您的眼泪啊。不过您是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？那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说实话呀，朕从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薨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。没事儿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奴婢都不放在心上，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。您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啊，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，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可别赖账啊。你放心吧，朕虽然有色心啊，但是更有毒品。你又说了，来，喝。干嘛？朕都愿赌服输了，你还想来账啊？有鬼！什么鬼？这好奇怪啊！皇上，你今天掷骰子的手法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？昨天掷骰子10把当中，你最多只能赢3把，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。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，朕是天子，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你这掷骰子的手法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是不是龙三啊？果真是他，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传授给皇上了。哎，你不要管龙三了，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，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。朕要是问他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，这让他做什么，他也得如实做。皇上，龙三可是个老实人，您可千万别欺负他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是年龄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当个老大，而且他这个小弟还特别的崇拜我，我当然得维护他、保护他了。行，朕知道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就不欺负他了。不过，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？皇上，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姓周的乡绅老头。这姓周的乡绅老头长得跟朕很像吗？长得不像，做事风格像啊。这个乡绅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，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，瞅准时机吃拿卡要。李欢呐，李欢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朕。臣女不敢，是皇上昨天说的呀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，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。哎呦，皇上，臣女出身卑微，是一个野丫头，又缺乏父母的管教，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懂，没法伺候您。要不然您现在让李公公来接我，让我回储秀宫吧。
朕明白了，你想激怒朕，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？朕不上你的当，快点来接着赌。咱们说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可就得上朕的龙床。现在不输不赢，来。天哪，再这么赌下去，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我的输面就会越来越大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皇上，您想让我赌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说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天子长什么样，能不能把您的面具给摘下来啊？朕这几天上火长了几个火疖子，不便见人。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，不好意思让我看？皇上，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躺会儿呗？上朕的龙床？啊？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？不怕呀，皇上一言九鼎，肯定说话算数嘛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朕虽然是天子，但是朕也是个男人。哎，你不是很怕黑吗？嗯？啊，有皇上在，奴婢就不怕黑。不对，有鬼。哪儿来的鬼啊？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？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，对吧？哪有啊，皇上，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儿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咸猪手，不对，咸龙爪。不对啊，我这么着急拉铃干嘛？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得多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皇上已经安歇了，小主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。这个龙小弟又迟到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你。老大，你又迟到啊！昨晚战绩如何啊？幸不如使命，我呀，把前晚输的连本带利都讨回来了，你的一半。哎呦！不错呀，哎呀，还好你给我钱，最近正急着用钱呢。老大，这皇宫里边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皇宫里啊，处处得用得上钱。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，那老大我就惨了。昨天怎么了？皇上不是早早的就睡了吗？哼。那个小皇帝啊，色狼得很，怎么可能啊？得亏啊，我哥哥给了我一条进过蒙汗药的丝巾，我偷偷带在身上，进入了寝殿，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。要不然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！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哥哥还有李公公那两个净室房的太监都是死罪。嘘，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，就你知道。别人都不知道，不许跟别人说。老大，你不应该告诉我，陷我于两难。如果我跟皇上说了，那就是对你不义；如果不说，那就是对皇上不忠。我又不是去害皇上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哎，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出卖我啊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义了啊！老大，
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任性妄为了。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你好话，你有几个脑袋也早就掉干净了。好了，那我不也是一样吗？如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听鳌拜的话要入宫呢？虽然我武功不高，但是我轻功可以，我可以逃跑吧？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？行，就冲着老大对我这份情谊啊，我说什么也要在紫禁城里面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咱俩可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保不住你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挺怕死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连累我的龙小弟呢？还是老大够意思。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。嘿嘿。老大，这2个晚上和皇上相处下来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这小皇帝嘛，有点风流，有点色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对我吧，也挺宽容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酒品跟毒品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一个人，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都好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皇上。要是皇上听到了，肯定会觉得很有趣儿。啊，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耶！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。李公公，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，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丝巾，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
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着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
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吧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